可以教大家一個好嘅方法。第一，千祈唔好去嗰啲磁場混亂嘅地方，例如酒吧啦、賭場啦呢一類咁嘅地方，多啲去親近大自然，能夠攞到自然力量嘅地方。第二，瞓覺之前閂好你衣櫃咁，遠離一啲面相氣息好差嘅人。第四咧，要了解自己嘅屬相，同埋帶一啲相應能夠加持你自己嘅物品。得閒多啲去曬下太陽，踩下啲青草地，幫助啲小動物。第六，唔好俾人去無端端拍你個膊頭啊！第七，要學識點樣拒絕人哋。第八，都係最重要一點，孝順你嘅父母。第九，千祈唔好立亂去拜啲你唔知道嘅神。第十，多啲睇書。人生在世，諗得開就係天堂，諗唔開就係地獄。選擇放低，唔係為咗原諒他人，而係為咗放過自己。千祈唔好放棄自己生命。你以為死亡係解脫，其實可能係進入咗第二個地獄。所以千祈唔好行到呢一步。自殺喺我哋文化之中係非常之嚴重嘅罪惡。你以為跳落一了百了，可能下一世都會報喺你身上。所以聽師父呢句話，希望在明天，有信心乜都唔使驚。